后来继续来看韩国瑜的夫人李嘉芬，敢有去介入到人事案例。讲这个高雄港区土地开发公司伫要就任的总经理听建庭，过去是李嘉芬的秘书。韩国瑜伫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时阵，嘛捌做过伊的幕僚。民进党的议员来质疑，无专业的背景就会当做总经理，真明显就是咧提拔加薪。韩国瑜回应讲。拄带红抓到的赵家宝，嘛是当局的家臣爱将，因为贪污红判11年，都望遮尔侪年拢抓无到，民进党啥会拢无疑问的？这样的学经历，哪一条是符合土地开发相关经验？高雄市港区开发公司新任总经理听建庭，人未正上任，民进党团声问市长韩国瑜，讲这个人无相关专业的背景，却是空降大位，敢是标准的只要有关系就无关系？高雄要担任高官，坐领15万的高薪，却没有任何土地开发的经验，这样是用人唯才吗？原来未来新任的港区开发公司总经理听建庭，较早是韩国瑜北农时期幕僚，嘛做过李嘉芬的秘书。高雄港区开发公司由台湾港务公司甲高雄市政府合股，主要负责高雄港的招商的代志。由高雄市政府派任当然无问题，只是无专业背景，自然引起人的质疑。韩国瑜伊随提赵家宝出来动。赵家宝被逃亡5年多，你民进党一句话都没讲啊！赵家宝是高雄市第1号家臣，没人讲话。永远是2套标准。4年8千斤，一句赵家宝嘛是家臣，要踢民进党议员的嘴。虽然讲市长韩国瑜共款强调讲，伊经济的人是想要互认真的少年人一个机会，但过少年人遮济，偏偏跟他经济有关系，听建庭，敢是提拔家臣，外界真清楚。